请问卫生所有做癌症体检吗？有啊，我哋有提供子宮頸癌、卵癌、大腸癌同口腔癌嘅檢查。我想為帶家官家娘來做檢查，不過佢哋總係台講身體狀況健，唔是做身體檢查。依萍，你30歲以上嘅女性，當然要做100子宮頸抹片檢查；45歲到69歲嘅女性，每2年要做100軟骨 X 光攝影檢查。至於50到75歲嘅民眾，每2年要做100半片潛血檢查。係講30歲以上有食煙無就係食檳榔嘅民眾，每2年就會做100口腔黏膜檢查。我記得阿公係唔係有食煙啊？我爸係老人講呢。佢行卡愛帶阿公來做檢查，行愛請阿婆強下來喲。味道健康，身體檢查係一定愛嘅。我知咧，唔頭下講嘅癌症體檢要錢麼？行愛帶乜嘅證件咯？都唔是錢哦，帶健保卡同身份證來衛生所掛號就做得咧。好，按住先。